夏天是出冬笋，当地休闲农业区为了要推广在地特色，特别来办活动，请游客到满日啊来竹仔卡来野餐，而且是咧学早期农民伫咧竹仔卡挖笋的时阵，甲青米、甲菜甲肉放伫咧便当盒仔内底，放入去炭火内底用布的，甲布出着香杠杠的古早味的便当，啊，搁来配一杯啊，利用竹仔类发酵的高粱酒。游客讲，哦，这袂输是伫咧世外桃源共款。交换买金蕉，用布纸包好势，踮入去炭火内底，随来搁伫咧顶的放已经底好配菜便当鸭肉，直接对烘。拍开便当鸭肉、菜丝肉、烟肠汉饭，拢已经烘甲正熟。这简单的便当是早期伫咧镇南农民做事的中昼顿。大家若食便当，若看现来现去的竹仔，来感受古早单纯的生活。不同于我们去餐厅吃饭那种人多嘈杂的声音，然后我们在这边啊，就是特别的享受这种竹林的气氛，很放松，而且就是觉得空气很好，然后又可以感受那个竹林的美观跟美丽，就会觉得就是好像来到自然桃源一样。这是南投鹿谷附近的小半天，出产麻糍仔，当地农业区要来发展地方的特色，举办顶南野餐活动，后面就来体验古早农民的日常生活。农民在梦中族里面的一些活动哦，就是农民的生活，以及我们梦中竹林下的一些生态，想把这么好的东西推广给我们的游客知道。好，来，进来。另外，导览人员示范古早农民将高粱酒灌去竹仔内底，会天然发酵。毛民众来体验当地人烤笋的方式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